上個禮拜新地嘅西沙項目 CVSC 第一輪銷售係都清晒，買嘅人最主要應該係兩大類啦。第一類就係用家真正喜歡嗰個地方，真正想享受佢嘅會所設施嘅。第二類就係投資者，因為如果你計建築成本，新地第一批係蝕住賣。當然網上有兩種聲音，一種就係呢件貨好平咯，連發展商都蝕住賣俾我買啦。第二類型發展商蝕啫，我買入嚟或者我仲蝕過發展商都未定嘅。有呢兩類人喺我角度，香港樓始終都係有一個成本，香港嘅人工或者建築材料急貴嘅情況下，點樣計都好，有啲成本真係慳極都有個極限嘅。例如你買塊地平少少，例如千零蚊嘅地價，再加個建築成本當5000蚊，即係最起碼賣6000，然後發展商攞錢出嚟買，佢都唔會現兜兜攞晒咗啲錢嘅，佢一定會經銀行去做一啲融資，嗰度都會有一個利息嘅成本，當加多1000，冇賺嘅情況下，即係最起碼係7500，然後再加佢想賺少少。通常香港發展商嘅 profit margin 喺特定樓盤就睇下佢點樣定位，唔同產品唔同定位做唔同嘅 profit margin。如果上車盤大概嘅利潤有15到30%，發展商有機會都會賣出嚟。如果豪宅梗係唔止30啦，通常賺你一個得都有可能。好似西沙 CVC 呢個項目，擺明就係一個上車屋苑嚟，賣1萬蚊尺，新地大品牌大型屋苑，靚會所隔離有主題樂園，佢周遭生活環境真係靚嘅。屋苑樓下嚟緊會開個大型嘅超市一田，基本上嘅支援係支援到，唯一嘅缺點就係交通唔方便，出市區翻大陸打飛機又唔方便。跟住除呢個因素之外，佢都冇乜大嘅缺點。我喺上一條片都講過，第一批一定係平賣嘅，所以第一批買到嘅買家賺錢嘅可能性我覺得高嘅。有個投資者叫 Cancer 啦，佢自己都入咗兩間，原因就係因為佢見到真係平，佢話自己有機會收完樓之後再加翻10% 上去，將兩件貨賣翻出嚟。呢類型嘅 fitting house 佢攞出嚟嘅成本其實多嘅，佢講完之後即係賣完之後，發展商加推出嚟嘅尺價係11500蚊，即係比之前嗰批嘅價錢係加咗10%，即係唔使等入伙已經發展商同佢講，我已經加咗噶啦，你之後隨意啦。有好似呢類型嘅情況，發展商嘅策略就一定會繼續加價加上去咁樣賣嘅。雖然佢大概有9700戶，但係佢係冇諗過3個月或者半年燒晒佢，佢應該會攤2-3年賣。咁2-3年後咩世界冇人知，有機會跌啦，有機會打橫啦，有機會升啦。但係發展商見到個形勢就係佢1萬蚊賣到，加 10% 11000蚊沽得晒，佢就加多1000蚊尺價12000蚊同你賣，12000蚊都賣得晒，佢就加到13000蚊。呢個趨勢係一路咁樣。講真嗰句，發展商唔係慈善機構，佢賣樓都希望有個周轉，有個利潤，佢可以 keep 住沽晒，佢一定會繼續出貨嘅，直至佢嘅價加到賣唔喐嗰陣，佢就會封盤，等現樓再攞出嚟賣。呢樣嘢就要放長雙眼睇遠啲。我自己都有出過一個 post 就講啦，西沙呢個位置頂晒磅賣到大概13000蚊一尺，超過13000蚊我就唔係好值得。我寧願等佢入咗伙之後喺二手市場嗰度尋，應該都有一批人佢1萬蚊入貨或者9000幾入貨，佢加翻10%都係10000零蚊，點都好過你同新地買件12000蚊嘅樓。新地西沙呢個項目都有啲特色單位成交，矮層平台嘅單位成交咗大概14000幾嘅尺價，天台佢尺價成交大概16000幾，普通分層就賣10000到13000，特色單位就14000到17000，基本上 mark 咗個價錢嘅分野，睇下你中意咩貨就揀翻自己特定嘅價格區間去買入就 OK。點樣去買得平呢？第一樣嘢你需要有少運氣去抽得錢，如果你想抽得錢就買多幾間做一個大手客，咁你就可以揀先。另一樣嘢就等二手貨，好快嘅啫。呢個樓盤就12月收樓，到時開現樓睇下佢。翻去最初嘅問題，你覺得西沙呢個位置幾多錢先叫唔抵買？可以留言話知。